嘛讲一开始咧做主持人批评，外面咧大家就讲，今年又要下次，今年去甲咩要哼哼唱唱啊，上海我也着，你做嘛唔去甲出来比赛可能哦，大概都主持也着持续重复咧比赛，甲现现咧做咧去甲来比赛，我就讲刘亚彩请刘亚彩调试在他。就是想讲，敢无就吃困啊？我说你让你1年的时间，那就上色的下一条股票按到马给发大丰泰加上下去拿到的第1名。应该讲像这出阿公阿婆演阿太夫哥家，我说像这对俺来讲母语讲客，就那天董事演的事情，董先生的事情，无讲客，俺总之无办法平太家叫从阿叔婆见咩汤姆嘛该是贵人。我说对俺来讲。讲客、创客也都一天董事演的事情。因为俺说讲，俺创国的无太家创都按好，下次嘅财前面无太家按多，因为人家嘅诗词啊，为啥都同有诗意、同丰富、同有感情。不过俺嘅路线就较切、较拍，写到较片面掉的，像唔可买买猪啦，也讲写网图，也都全部都唔可，俺有太义股，俺有。的木族全部都会日常生活都接触到的事情。不过外面没有欣赏，不会鼓励俺讲，这既然做的小都按天单，那清好啊，因为安尼，他人生子全部做得拿来冲，就唔会讲，有的思可能唔咧按好讲出来的，有的人唔咧学人啊，有的来学拍吧，像我有双母音啊、3母音啊种的，对佢哋来讲就比较困难。不过亚洲今年的股票下到伊强快发跳，该就会不太大。都吃到讲，客家人无便当后堂又强快，刚才吃到讲，火电形常都拢来讲，其他讲来写的慢慢煮啦、写木土啦、炸锅啦，撒下来就是讲，今日老师你上色全部都写去了，嗰时候还贴在旁边。人爱母年30年呢，也根本日。我老太家真心来分享，大家都同边哦，尤其对之前呢有按到嘅前辈，溜溜熟行出去的路，大家跟边定来，也下下面行出去，本所有人都看到。我母年台湾的歌，到底有哪条上年的歌曲？古所提的11年27到29，提的台北老歌曲，同步进行。台北呢，做得到台北火车站，高雄呢就提的美丽岛的夜车运站。古所分享大家11年27到29，台北高雄等大家哦。